人哋大撈屎揸 Benz 攬住個短裙 lace，而我呢，冇咩 call，唯有同大家介紹下呢台15年嘅大玻璃農民兜，希望呢賺啲 money，過上啲有 face 嘅生活。對呢隻雙排座農民兜有興趣嘅老友記，不妨睇下呢台車，外觀相當之精神企理嘅，行咗15萬零公里，4條輪胎亦都係可圈可點啊！睇埋個兜，花紋版相當之企理實淨。15年嘅車有咁嘅質量，真係一個係前車主保養，第二個真係車本身嘅質量真係 very good，冇得頂。保險到出年3月份，後排座都好新淨氣利嘅，車容車貌亦都冇乜問題。嗱，有助力，冷氣咧就好凍嘅，冇問題。順便聽聽機頭，啲大玻璃最講究就係機頭大心臟啦。嗱，very good，冇得頂啊！15年嘅情懷車，10年前可能因為種種原因你冇辦法擁有佢，但係10年後嘅今日，只需要31800，你就可以輕鬆揸走。有興趣嘅老友記，不妨私信，車就喺廣州芳村，隨時可以睇車。買賣二手車就揾牛大出啦。